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快報，我係婷婷。今日係美東時間7月28號星期二。首先嚟睇一組快訊。俄羅斯莫斯科州長沃羅比約夫當地時間7月28號通報話，過去一晚幾十架烏方嘅無人機喺當地嘅多莫傑多沃市等地嘅上空被摧毀，有公寓大樓被無人機擊中，傷亡仍然有待核實。無人機墜落之後，仲造成咗2個地方起火，同埋一棟房屋受損，但冇人受傷。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同一日通報話，一日之內超過390架烏方無人機飛向莫斯科地區，大部分喺遠方被壓制，81架喺接近當地嘅時候被摧毀。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喺今日出席美國參議員格雷厄姆嘅葬禮。格雷厄姆生前一直積極向華盛頓遊說，爭取喺衝突期間全力支持呢2個國家。美國總統特朗普喺華盛頓國家大教堂嘅追悼會上面發表演講。喺追悼會之前，國會山莊舉行咗一場儀式。格雷厄姆嚟自南卡羅來納州，係一名共和黨人，喺7月11號因為心臟病突發離世，享年71歲。佢係一名國防鷹派人物，經常呼籲美國干預國際事務，並一路大力支持以色列同烏克蘭。美國西雅圖市中心過去禮拜日發生嘅槍擊事件，造成3個人死亡，4人受傷。傷者入邊包括一個2歲嘅兒童，警方拘捕其中一名15歲嘅嫌犯，另一個嫌犯仍然喺度追捕當中。事發嘅時候，當地正舉行美食節，有大批遊客聚集。當局初步調查顯示，2個嫌犯互相開槍，導致7個人中槍，其中2人當場死亡，另外1個人送院後不治。警方話已經檢獲2把槍，調查仍然喺度繼續。目前冇跡象表明公眾面臨持續嘅威脅。市長威爾遜喺新聞發佈會形容事件係一場令人難以置信嘅悲劇，亦都係一宗駭人聽聞嘅暴力事件。施丹接替離隊嘅迪金斯出任法國足球隊嘅主教練。54歲嘅施丹簽約4年，喺記者會度話會盡自己所能幫助法國隊再次奪冠。2021年再次離開皇家馬德里，佢表示呢幾年拒絕咗多支球隊嘅邀請，自己淨係想帶領法國。呢一位法國傳奇球員同埋教練生涯都成就過輝煌，為法國贏過世界盃同歐國盃。轉任教練就帶領皇馬達成歐聯嘅3連霸。如果你係第一次收睇我哋嘅節目，亦歡迎你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係隸屬於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嘅國際媒體，聚焦全球嘅重大新聞，並且由美國嘅視角出發，帶你掌握局勢嘅最新變化，同埋新聞背後真正值得關注嘅影響。亦邀請你點讚、分享同埋打開鐘仔。我哋即刻開始今日嘅節目。首先嚟關注日本地震嘅最新情況。根據路透社報導，日本九州熊本縣喺當地時間7月28號下晝發生咗規模7.1級嘅地震，強烈嘅搖晃造成大規模嘅停電，道路受損，鐵路停駛，多棟嘅建築物受損。最新嘅情況話，至少已經有大約50個人受傷。咁最驚險嘅一幕就發生喺熊本一座永旺購物中心。喺地震發生大約1個鐘之後，商場突然間傳出巨大嘅爆炸聲，緊接住濃煙直衝天際。有現場嘅片顯示，建築嘅2樓部分結構坍塌，大量嘅碎片四散。救援人員緊急趕往現場搜救，仲有多個人一度受困喺入邊。至於爆炸嘅原因，而家仍然喺度調查，唔排除同地震造成嘅次生災害有關。地震發生咗之後，日本政府即刻向熊本、長崎、鹿兒島、福岡、佐賀、大分同宮崎等7個縣發布緊急地震警報。日本氣象廳亦都一度發布最高大約1公尺嘅海嘯警報。不過喺確認冇重大嘅海嘯威脅之後，而家已經解除咗警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話，政府正喺度全力統計傷亡同埋災情，提醒民眾嚴防餘震同埋土石流嘅災害。
咁問題嚟啦，日本可以話係全世界防災能力最成熟嘅國家之一，點解今次嘅地震仲係造成咁大嘅衝擊呢？原因就係在於今次嘅地震唔單止係規模7.1級，更加重要嘅係震源非常之淺，同埋局部地區監測到日本最高等級嘅震度係7級。咁即係話，即使建築物符合內震嘅標準，仍然可能因為劇烈嘅搖晃，造成天花板跌落、玻璃碎裂、道路龜裂，同埋會引發漏煤氣、火災等等嘅次生災害。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嘅係熊本呢一個地方，10年之前先至經歷過2016年嘅熊本大地震，當時造成幾百人嘅死亡、幾千人受傷，熊本城等多個重要嘅文化古蹟亦都嚴重受損。而家同一個地區再次遭遇強震，亦都令唔少嘅日本民眾回想起當年嘅驚魂時刻。咁粵語快報亦都喺呢度，衷心希望每一個受災嘅民眾能夠平安度過今次嘅災難，期待救援工作能夠順利進行。我哋亦都會持續關注後續嘅災情同救援嘅進展。跟住再嚟關注美伊局勢，美國總統特朗普喺禮拜二再次強調，如果伊朗唔達成協議，佢將會下令美軍徹底搞掂。佢話美國唔可以再俾伊朗撕毀協議。特朗普喺禮拜二接受福克斯新聞節目採訪嘅時候話，美軍必須要恢復對伊朗嘅海上封鎖，因為伊朗違反咗佢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喺6月份簽署嘅美伊諒解備忘錄。自從諒解備忘錄簽署以嚟，伊朗多次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嘅商船。特朗普譴責伊朗違反停火協議，仲宣布結束美伊停火，作為對伊朗襲擊商船嘅回應。特朗普仲下令美軍空襲伊朗嘅設施，仲要恢復對伊朗嘅海上封鎖。佢話：我哋唔可以再俾佢哋撕毀協議。總統仲提到伊朗嘅談判代表反覆無常嘅表現。佢話唔知點解，我哋可能正處於一場良好嘅談判入面，伊朗會突然間跳出嚟話：我哋冇喺度傾核問題，我哋冇討論過核問題，但係我哋討論嘅正正就係呢一件事。特朗普仲話佢希望避免轟炸伊朗嘅發電廠同埋橋梁，因為伊朗人必須要生存落去，呢一個係一種非常之微妙嘅平衡。佢話：我哋而家正處於非常強勢嘅地位。由上個週末開始，美軍停止咗之前連續13個夜晚對伊朗嘅空襲行動。特朗普喺禮拜一表示，佢決定喺上個禮拜五暫停空襲，係因為參與斡旋嘅國家同埋當地嘅其他國家要求佢再俾談判一次機會。特朗普喺禮拜二同福克斯新聞話，而家已經進行咗一啲非常之良好嘅談判。不過佢再次發出警告，如果伊朗唔達成協議，我就會將啲事做晒佢，亦即係話美國有可能會重啟軍事嘅打擊。佢仲話美國嘅太空軍正喺度嚴密咁樣監控伊朗嘅庫姆山嘅核設施。佢強調話美軍擁有全世界最好嘅鏡頭嚟監控呢一個設施。佢話我對庫姆山嘅情況了如指掌，唔係啲咩大問題。我哋已經摧毀咗伊朗嘅核設施，將會不得不摧毀庫姆山。如果我哋達唔成協議，咁就唔好傾。我哋將會好輕易咁樣將庫姆山摧毀。咁喺禮拜二嘅上晝，特朗普將會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重要嘅會晤。對於有報道話內塔尼亞胡計劃分享伊朗嘅重建核設施嘅情報，特朗普話佢聽到內塔尼亞胡宣布咗呢一件事，但係佢認為內塔尼亞胡可以直接同佢講，而唔需要向全世界宣布。特朗普喺訪問入邊強調，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就喺度由美軍控制，我哋控制住呢一條海峽。而家伊朗喺度放幾個水雷，製造一啲麻煩，但係海峽仍然係由美軍控制。我哋嘅海軍表現令人難以置信，喺我哋實施封鎖期間，冇任何一架船能夠抵達伊朗。
同一時間，阿曼正喺度大力推動一項針對霍爾木茲海峽嘅新方案。呢一個方案將會允許伊朗向途經呢一個關鍵石油咽喉要道嘅船隻收取自願性嘅費用。根據路透社報導，呢一個方案嘅靈感係嚟自亞洲嘅馬六甲海峽。咁喺馬六甲海峽，馬來西亞、印尼同埋新加坡會向過往嘅船隻收取非強制性嘅費用，用嚟支付因為管理航道而產生嘅環保海上搜救同埋其他嘅開支。阿曼位於霍爾木茲海峽嘅南邊入口，伊朗嘅對岸。阿曼之前已經暗示過有興趣同德黑蘭當局合作，探討某一種形式嘅收費結構。路透社引述消息話，伊朗嘅外長阿拉格齊喺禮拜一已經同阿曼同埋沙特阿拉伯嘅外長討論過呢一個建議。不過而家仲未清楚，如果有啲船隻唔想交費，當局會點樣阻止伊朗去騷擾或者係追截呢一啲船隻。而伊朗方面，最高軍事指揮官發言人喺禮拜二揚言，任何接受以伊朗被凍結資產作為受損船隻賠償嘅公司或者係國家，都將會唔准通過霍爾木茲海峽。軍方嘅指揮部發言人祖爾法格里拒絕咗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發出嘅警告。特朗普當時話，喺海灣受損嘅船隻將會利用伊朗被凍結嘅資金進行賠償。上個月，阿曼同伊朗發咗聯合聲明，表示已經成立咗一個工作小組，研究霍爾木茲海峽航行嘅未來發展，將會提供嘅服務同埋按照國際標準計算嘅相關成本。美國長期以嚟都反對喺霍爾木茲海峽設有任何強制性嘅通行費。咁喺和平時期，全球大約1/5嘅海運石油都要經過呢一度。喺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發動史詩怒火行動，並且喺2月28號正式開打伊朗之後，德黑蘭當局就開始喺霍爾木茲海峽發動一啲零星嘅攻擊，意圖係嚇退一啲過往嘅船隻。咁喺上個月，美國同伊朗達成咗一份初步嘅諒解備忘錄，作為和平談判嘅框架。而呢一份諒解備忘錄之下，伊朗承諾會確保商船喺60日內獲得安全嘅通行，同埋唔會收任何嘅費用。但係喺簽署諒解備忘錄之後，伊朗仍然喺霍爾木茲海峽對船隻發動咗額外嘅襲擊，從而導致特朗普下令對呢一個伊斯蘭共和國展開連續13日嘅空襲作為回應。而美國嘅戰爭部喺禮拜5晚暫停咗呢一啲空襲，因為特朗普聲稱同伊朗嘅談判重新獲得咗進展。特朗普喺禮拜一話：我覺得好有機會會有進展，如果成事就最好，如果唔得，我哋就做返2日之前做緊嘅嘢，亦即係恢復對伊朗嘅軍事打擊。咁以上就係今日嘅粵語快報，多謝你嘅收睇，亦歡迎你點讚、訂閱同埋打開鐘仔。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